阿吉的话，你娘是怕是一直都吃你肉苦瓜吗？提肉阿妈，这下说巴托罗米白黑你阿喽。你瓜那么是下头呢？有哈头提头，你吃我吃瓜比，我吃的吃瓜吃阿喽。巴托罗米比夸嘛，那当你娘是怕是比这类夸妈妈咪的肉巴扎瓦喽。霹雳里一代夸的，一娘那啥六瓜比，这么阿是都巴拉拉比，那你说阿喽。过天霹雳里一代。拉斯路尼勒贝嘎喽，那当你娘是怕耶稣的摩利亚玛嘎喽，是怕耶稣里那当你的摩天，奴的霹雳马库特里，奴的我可是只内夸夸摩路比贝嘎特，一娘是怕耶稣的主流，阿六贝娘一天马都第二天，一个马的是怕耶稣里贝马嘎马不多，一娘是怕耶稣的主里玛嘎喽，是下头对马瓜比，罗的贝格拉迪玛娘。罗内瓜嘛提布娘，黑拉提里就是是拉不安了。在提布娘吃不拉干的，不杀的生理是就拉说不安了。阿里爱米，罗不得学来瓜嘛提几娘，罗子瓜提多嘛啊提多瓜娘，不杀里罗的一扎拉嘛，不杀一些娃瓜比罗的就扎个嘛，罗娃库克的，不杀人气嘛个拉提，罗伊嘛巴拉买米，罗子内瓜抓了被嘛安了。哦，不是那就是做点什么不？不是让我的一家点不比，就假设就我俩嘛，4我俩买米肉的做过了么？过了你一三你啥不？肉的你啥面啥都多做垃圾，在就咱们就咱们喝的多做垃圾，他妈的肉就你不拉过，过提多的就咱你那个了，对我肉啥就没就垃圾，就咱们就咱们喝垃圾，不啥的嘛就个垃圾，过了嘛黑你瓜。不杀肉的一扎个嘛，肉就你不拉古个嘛，肉的不杀里一扎路白马的，死里那么提起多拉嘛，古马的就在你那么用着了，过了你那当你比夸嘛，巴托罗米白瓜肉就在你那么呀，一娘是怕耶稣的穆里干的这马里比，肉爱米是怕耶稣的就那么，过了嘛黑你瓜，不杀里肉的个拉嘛，和啥修啥的，不搞个是你。不杀的就是肉子娘不杀别个生命个个那么，听你出血也嘛瓜，不杀的你妈那瓜个大那么，肉的不杀就是那么别个谁去讲呀？肉爱米不杀一直着，是怕这都提肉漂亮我比别个你学了，阿就在啥么？